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经济部太旧换新节能省电的补助扩大到一般的主体，买冷气、买冰箱，上悬一台当补助3000块，但是都要附这个证明，实在是真麻烦。经济部长沈明珍宣布了，为着要让民众更加利便，打来若要申请补助，会当免付这个旧家电的相片甲保证书。也毋过各县市的台数甲品项无相同，买进前上好研究一下。台北天气虽然凉热，不过家电的电缆买起阁袂歹。有部分的冷气降价超过上万，冰箱、电视嘛拢有拍这个空间，佮加上节能省电补助，去不少民众拢来比价。那流程很多，然后上次我们买，然后结果再说不能补助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原本申请旧换新，除了提供新买的商品统一发票、产品的型号、厂牌、买受人的名称等等资料以外，部分的县市阁要求提供旧的机器的相片、甲家电的保证书，一概都要提供8、9项的证明资料，真正是真麻烦。经济部长宣布简化，包括旧家电的相片、甲保证书，即马拢唔免啦，减少2项的资料，民众感觉加真方便。比较方便了，就是说你不用再准备那么多资料。中央补助品项是以冷气、冰箱为主，每一台上限是3000块。其他县市嘛有无共产品的补助，各月日期会当对去年12月初1开始，只是这申请的截止的日期，各县市拢无共。要进前上好，也是爱先查清楚。